阿切做得开始讲嘞，好，年30，你要先做嘛个？把阿公婆哦，把公婆了后呢？打门帘，哦，搭门帘，门帘搭好呢？找信上，哦，做线上，线上做好你就做得准备样板，准备什么个？摆准备什么个？石头人哦，是团圆饭，是团圆饭个时间，你儿老阿公、阿婆、阿爸、阿妹、阿哥、阿姐记得讲嘛个？百年，哦，拜年会讲嘛个？恭恭喜发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哦，阿娘记得我本年嘛个？那3年前，哦，那你3年前你请放心就做得去做嘛个嘞？打地炮，哦，打旗袍，当好来，大家向下讲嘞哦，好来，对，开始咯，好，来，一开始，年30，讲一百，年30，年30，好，年30，你的做得先做嘛个事情？年30要先做嘛个事情呐？拜。阿公婆，哦，把公婆了后呢？打门帘，搭门帘，好，搭门帘过后呢？阿星，门帘搭好会做嘛个？哦，门帘搭好会做嘛个？做，做线上，好，线上做好就做得准备什么个？准备什么个？是团圆饭，是团圆饭是好爱做嘛个？百年，拜年爱讲嘛个？大家向我讲，拜年爱讲嘛个？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哦，拜年拜好嘞，你做得那嘛个？那咋？哦，3年前那好呢？你最后个生日呢？最后个去打哦，打旗袍，安样玩嘞吗？